大家好，以下落嚟會為大家介紹幼稚園幼兒班 K1 收生安排。政府由2017-18學年起推行幼稚園教育計劃，目標係提供易於負擔嘅優質幼稚園教育，亦都提高學童按其所需接受不同模式幼稚園教育嘅機會。幼稚園 K1 收生繼續由校本安排，以配合計劃。目的係維持業界嘅靈活性同埋多元性，令到家長能夠自由選擇。而教育局已經就住 K1 收生安排發出咗相關嘅通函，請各位留意。以下落嚟會介紹幼稚園 K1 收生安排嘅目的同埋措施，包括校本收生機制、一人不佔多位嘅安排、發放空缺資料以及支援非華語兒童入學。K1 收生安排嘅目的係避免一名兒童同時佔用多個學位，令到幼稚園能夠及早確定收生，有利部署人手，同時令到家長能夠適時落實學位嘅安排，亦都避免咗家長需要長時間輪候去索取或者遞交入學申請表格，以及提供空缺嘅資訊，以協助有需要嘅家長為其子女覓得學位。喺訂定校本收生機制方面，需要包括收生程序同埋準則、面見嘅方式、面見申請兒童嘅數目等，需要以公平、公正同埋公開為原則。幼稚園需要透過有效嘅方法，例如入學申請表格嘅須知、學校收生指引或者單張、學校網頁等，預先通知家長校本收生機制嘅詳情。並且將有關嘅資料，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概覽入邊顯示其學校資料嘅版面嘅網頁連結，以及教育局幼稚園幼兒班 K1 收生安排嘅網頁連結，一併上載去學校嘅網頁。幼稚園喺收生安排方面，需要符合現行嘅反歧視法例同埋其他相關條例或者指引，包括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及種族歧視條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防止賄賂條例等。教育局發出嘅通告同埋指引，例如幼稚園需要提供中英文版嘅入學申請表格及相關嘅資料。幼稚園需要確保所有小朋友，不論種族、性別、能力，均有平等機會接受幼稚園教育。喺派發入學申請表格安排方面，幼稚園不應早於11月面見申請嘅兒童。喺校本收生機制方面，喺考慮入讀全日制、長全日制班嘅申請時候，幼稚園應該優先考慮需要全日制、長全日制班服務嘅家庭。例如雙職嘅家庭，需要喺屋企照顧殘疾人士嘅家庭等，而相關嘅條件應該包含喺幼稚園公佈嘅收生準則入邊。喺特別嘅情況下，教育局會為個別申請學位時遇到困難嘅兒童，包括有發展遲緩危機嘅兒童同埋非華語嘅兒童，作出適當嘅轉介。4月起會為 K1 學位進行轉介。7月起會為 K2 及 K3 嘅學位進行轉介。所有嘅幼稚園亦都需要注意現行教育局通告有關非本地兒童及持有擔保書的兒童在香港入學，有關非本地兒童嘅入學程序。兒童必須係香港嘅居民，擁有香港嘅居留權，先至合資格接受計劃嘅資助，並且獲發註冊證。非本地嘅兒童，例如持有擔保書嘅兒童，需要獲得入境事務處處長嘅許可，先至可以喺香港接受教育，但係唔會獲得計劃下嘅資助。幼稚園需要喺指定日期或以前，將以下嘅資料上載去學校嘅網頁及或以不同嘅渠道去預先通知家長。入學申請資料包括派發申請表格嘅方法、日期同埋時段、申請嘅程序、報名費、遞交申請表格嘅方法、日期同埋時段。校本收生機制包括面見申請兒童嘅數目、面見嘅形式同埋程序、收生準則。
註冊嘅安排包括取錄通知嘅安排、統一註冊日期、出示有效電子註冊文件辦理註冊同埋繳交註冊費，包括金額嘅安排、被取新註冊嘅安排，以及兒童註冊後轉校嘅安排。仲有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概覽入邊顯示學校資料嘅版面嘅網頁連結，教育局幼稚園幼兒班 K1 收生安排嘅網頁連結，同埋其他嘅相關資料，例如學校嘅簡介、學費嘅資料等等，都需要喺指定日期或以前將資料上載去學校嘅網頁，及或以唔同嘅方法去預先通知家長。喺一人不佔多位安排方面，所有參加計劃嘅幼稚園只可以取錄持有有效註冊文件，即係幼稚園入學註冊證，簡稱註冊證，又或者幼稚園入學許可書，簡稱入學許可書嘅兒童。為咗配合政府公共服務電子化嘅政策，教育局已經推出咗電子註冊證或者入學許可書。電子註冊證或者入學許可書裏邊附有一個加密嘅二維碼，幼稚園為兒童註冊嘅時候，只需要掃描二維碼，即可以自動辦理註冊嘅手續，而無需要再收取同埋保管紙本嘅註冊證或者入學許可書。呢個就係電子入學註冊證或者入學許可書嘅二維碼。幼稚園教育計劃系統電子收生註冊示範片段。喺開始之前，幼稚園需要預備一啲嘅設備。幼稚園可以使用視像鏡頭連接電腦、手提電腦，又或者自帶鏡頭嘅平板電腦或者智能手機。要進行電子註冊，幼稚園要先登入 CLO 統一登入系統。進入系統後會見到登入賬戶、登入時間同埋學校名稱。喺電子註冊證實施下，家長會使用二維碼去為子女進行註冊。要進入註冊頁面，可以喺主頁拉到最底，喺收生註冊入面選擇個別註冊，再選擇註冊，輸入入讀學年同埋入讀班別，然後按掃描二維碼。你好啊，我幫小朋友註冊。哦，好啊，麻煩你出示翻ERC 嗰個 QR code 啊。用已經連接電腦嘅視像鏡頭掃描二維碼，系統會顯示出該名兒童嘅資料。學校可以核對兒童嘅身份，然後按確認註冊，咁樣註冊就完成啦。當然都會有一啲情況未能完成註冊，幼稚園可以參考系統提示，即時作出跟進。如果使用手提裝置，例如智能手機或者平板電腦，可以用相同嘅方法進入掃描二維碼嘅頁面，再進行掃描以及註冊。取消註冊嘅步驟同註冊相若，同樣分為使用二維碼取消註冊或者人手取消註冊。要為兒童取消註冊，幼稚園可以掃描兒童嘅電子註冊證上嘅二維碼，取得兒童嘅資料，並確認取消註冊。如果遇上特別嘅情況，例如喺確認學童唔會入讀該幼稚園之後，多次聯絡家長依然未到校取消註冊，基於唔浪費學位同資源嘅原則，學校可以自行用人手方式取消註冊。幼稚園只需輸入兒童嘅註冊證
或者入學許可書編號就可以瀏覽到兒童嘅資料，並完成取消註冊。為免日後爭拗，學校應保留同家長溝通嘅相關記錄。示範片段完畢，多謝收睇。如果家長未能夠讓幼稚園掃描電子註冊文件上嘅二維碼，或者提交有效嘅註冊文件，即使願意繳付全額嘅學費，幼稚園亦都唔可以取錄其子女同埋進行 K1 嘅註冊。為咗全面執行呢一個措施，上述嘅安排嘅原則亦都適用於 K2 同埋 K3。基於每名兒童應該只入讀一間幼稚園嘅原則，以及讓兒童享有接受資助幼稚園教育嘅平等機會，同埋善用政府嘅資源，所有參加計劃嘅幼稚園，不論任何級別，都只可以取錄持有有效註冊文件嘅兒童。每名可以喺本港接受教育嘅兒童，只會獲發一張正式嘅註冊文件、註冊證或者入學許可書。家長需要喺9月至11月嘅期間向教育局申請註冊證，而本局會喺9月或以前公佈返申請嘅細則，並且會上載詳情去到教育局嘅網頁。如果所需嘅資料係文件齊全嘅話，教育局一般可以喺6至到8個星期裏邊完成審核，並且以電郵嘅方式去發送，或者以郵遞嘅方式去寄送附有加密二維碼嘅電子註冊證俾資格接受計劃資助嘅申請人。如果兒童可以喺本港接受教育，但係不合乎資格接受計劃資助而未能獲發註冊證，本局就會為有關嘅兒童發出附有加密二維碼嘅電子入學許可書。兒童可以憑入學許可書去註冊，並且入讀參加計劃嘅幼稚園。但係家長要留意，就需要繳付按翻收費證明書繳付扣減計劃資助前嘅全額學費。喺申請方法方面，如果以紙本申請，就需要填妥申請表格，連同所需嘅文件副本，郵寄去教育局幼稚園行政二組，或者投入設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湖中大廈14樓嘅收集箱裏邊。如果係電子申請，就可以透過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去遞交電子申請，或者喺網上遞交同埋填寫電子申請嘅表格。有關申請結果同埋發放安排方面，如果係紙本申請，就會以郵遞嘅方式去發放返電子註冊證嘅列印本，同埋使用電子註冊證注意嘅事項。如果係電子申請，就會以電郵去回覆，包含一個電子註冊證、一個已經加密嘅二維碼，以及使用電子註冊證注意事項。為咗順利完成註冊嘅手續，家長需要喺統一註冊日期期間去學校出示返電子註冊證或者入學許可書上嘅二維碼，以及繳交註冊費。幼稚園唔應該喺統一註冊日期之前要求家長完成註冊手續，又或者以任何嘅形式去收取註冊費或者其他嘅費用，例如代辦校服、茶點等費用。參加計劃嘅幼稚園不可以收取超越核准上限嘅註冊費。半日制班級嘅核准上限係970元，全日制班級嘅核准上限係1570元。有關使用電子註冊證收新註冊方面，家長需要出示電子註冊證嘅二維碼，幼稚園掃描二維碼以辦理註冊嘅手續。完成註冊之後呢，有關兒童嘅註冊記錄就會自動上載去教育局嘅系統。喺使用電子註冊證進行取消註冊及轉校方面，家長需要去原先註冊或者就讀嘅幼稚園，俾幼稚園掃描返二維碼以取消註冊。取消註冊之後，先至可以去到另一間參加計劃嘅幼稚園重新註冊。幼稚園應該盡快辦理取消註冊手續，又或者向家長退回返有關嘅註冊文件，但係一般無需要退還返註冊費。以下落嚟會介紹有效嘅註冊文件，即係幼稚園入學註冊證，簡稱註冊證，
係俾合資格接受幼稚園教育資助嘅兒童。兒童必須係香港嘅居民，擁有香港嘅居留權，而註冊證嘅有效期一般係3年。若果個別家長因為個人嘅考慮，例如兒童個別嘅情況、家庭因素、轉校等，安排子女重讀某一個級別而延長幼稚園教育超過3年，家長一般需要支付扣減計劃資助前嘅全額學費。教育局只會就有特殊需要學童嘅個別情況考慮延長註冊證嘅有效期。申請人必須要提供相關嘅證明，例如由相關註冊醫生或者專業人士，例如兒科專科醫生、精神科醫生、教育心理學家、臨床心理學家等簽發嘅評估報告，證明學童有特殊嘅需要，以致其就讀幼稚園嘅年期較一般嘅3年為長。若果家長表示有意安排子女接受超過3年嘅幼稚園教育，幼稚園需要以書面嘅形式去通知家長上述注意嘅事項，並且令到家長知悉安排子女重讀某一個級別而延長幼稚園教育超過3年，一般需要支付扣減幼稚園教育計劃資助前嘅全額學費。有關重讀或者延長幼稚園教育超過3年嘅通告範本，大家可以留意幼稚園收生安排指引嘅附錄2。就讀參加計劃嘅幼稚園嘅合資格學生，必須喺幼稚園嘅上課月份上課，幼稚園先至可以獲發該月嘅資助。一般嚟講，如果學童整月缺課，即係缺席某月嘅所有上課日，教育局係唔會發放該學童該月嘅資助，而家長需要向學童就讀嘅幼稚園繳交其收費證明書上扣減計劃資助前嘅該月學費，即係全費。如果有特殊嘅情況，例如因病而整月缺課，家長可以向學校提供充分嘅理據同埋有效嘅證明文件，必須包括該月嘅所有上課日。之後，學校可以向教育局提出申請發放該月嘅資助，而教育局會按返個別情況考慮酌情處理。但係如果學童整月缺課係涉及旅遊嘅因素，呢類個案呢就一律不作考慮。除咗頭先提及過嘅入學註冊證、幼稚園入學許可書（簡稱入學許可書）都係有效嘅註冊文件，係俾不合資格接受幼稚園教育資助嘅兒童，例如非本地嘅兒童，需要獲得入境事務處處長許可，先至可以喺香港接受教育。另外就係接受第4年幼稚園教育而不獲延長註冊證有效期嘅學童。而臨時註冊信主要就係用作轉校或者原校重讀 K1嘅時候作臨時註冊之用。喺正式入讀幼稚園首天或者之前，都需要以註冊證或者入學許可書去取代嘅。幼稚園入學註冊證會喺9月開始接受申請。幼稚園請將電子申請表格嘅二維碼張貼喺學校嘅多難處，並且鼓勵家長喺網上遞交電子申請表格。幼稚園入學註冊證嘅申請表格可以喺民政事務處及教育局索取，家長亦都可以喺網上遞交申請。呢一個就係幼稚園入學註冊證申請表格嘅樣本。呢個就係入學註冊證嘅樣本，左上方會有一個二維碼，而註冊證會顯示生效嘅學年同埋完結嘅學年，以及兒童嘅個人資料。呢個就係入學許可書嘅樣本，左上方都係有二維碼，而許可書都係有兒童嘅個人資料。臨時註冊信會喺11月開始接受申請。呢個就係臨時註冊信嘅樣本，註冊信會註明作臨時註冊之用，亦都會顯示註冊嘅有效期。總括而言，可以喺本港接受教育、合資格接受資助嘅會獲發註冊證，不合資格接受資助會獲發入學許可書。不可以喺香港接受教育嘅就唔能夠獲得任何嘅有效註冊文件。
以下落嚟會用例子嚟說明幾時需要申請臨時註冊信。兒童就讀幼稚園 A 嘅 K1 班，希望喺下一年轉到幼稚園 B 嘅 K1 班，就需要喺11月向教育局申請臨時註冊信，並且喺統一註冊日期向幼稚園 B 遞交臨時註冊信作註冊之用。家長必須喺新學年正式入讀幼稚園 B 首天或者之前，讓幼稚園 B 掃描電子註冊證或入學許可書上嘅二維碼，以完成註冊，或向幼稚園 B 提交註冊證或入學許可書。教育局會喺8月底向幼稚園發放以下嘅文件。幼稚園可以鼓勵家長喺網上遞交電子申請表格，或者自行下載幼稚園入學註冊證申請表。以下落嚟會介紹 K1 收生安排嘅流程。喺9月至11月期間，家長可以向教育局遞交註冊證嘅申請。如果家長喺遞交申請嘅時候已經提供全部所需嘅資料同埋證明文件，教育局一般可以喺6至到8個星期內完成審核，並且以電子郵件或者郵遞嘅方式將電子註冊證或者入學許可書發送或者郵寄俾家長。喺12月嘅指定日期前，幼稚園會通知家長 K1 學位申請嘅結果。如果申請成功，家長需要喺統一註冊日期期間攜帶電子註冊證或者入學許可書去一間幼稚園掃描電子註冊證或者入學許可書上嘅二維碼，以完成註冊並且繳交註冊費。如果申請唔成功，家長需要喺統一註冊日期之後參考教育局公佈嘅幼稚園 K1 至 K3 空缺資訊，以及申請入讀其他嘅幼稚園。喺發放空缺資訊方面，教育局會喺統一註冊日期約1星期之後，透過電腦平台收集幼稚園幼兒班至高班學位嘅空缺資料，然後喺1月底公佈。要留意嘅係，只會公佈個別學校空缺嘅情況，而唔會發放空缺嘅數目。喺支援非華語兒童入學方面，幼稚園需要為所有嘅兒童，不論其種族、性別、能力，提供平等嘅入讀機會，包括因應非華語嘅兒童嘅文化習俗同當地並不盡相同，而妥善處理佢哋嘅入學申請。如果有學位嘅空缺，幼稚園應該繼續取錄不同背景同埋需要嘅兒童。留意收生安排細節呢，係咪有可能涉及直接或者間接嘅歧視？教職員喺回應家長查詢嘅時候，應該提供適切嘅協助，以及避免引起誤會。幼稚園應該確保參與收生程序嘅人員均清晰了解到處理非華語兒童同埋家長入學申請嘅安排，並且予以落實執行。例如，為非華語兒童家長提供英語版本嘅申請表，同埋學校收生指引。喺呢方面，平等機會委員出版咗《種族平等校園簡易指南》，幼稚園收生。詳情可以參閱畫面上面嘅網址。
呢一個就係種族平等校園簡易指南幼稚園收生，大家有興趣可以瀏覽返有關嘅網站。喺支援非華語兒童入學方面，幼稚園需要提供中英文版嘅入學申請表以及其他相關嘅資料。學校應該喺學校網頁嘅主頁多欄位置設置一啲圖標、簡單嘅英文提示或者英文網頁嘅連結，令到非華語兒童家長喺瀏覽網頁嘅主頁嘅時候，能夠即時取得英文版嘅資料。而幼稚園應該喺學校嘅網頁嘅多欄位置，例如學校網頁嘅主頁，或者提供英文版入學資料嘅頁面等等。同時提供教育局幼稚園幼兒班 K1 收生安排嘅英文網頁連結，同埋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概覽入邊顯示其學校資料嘅版面嘅英文網頁連結，方便家長瀏覽相關嘅資訊。幼稚園亦都應該喺網頁列明學校對於非華語兒童嘅支援措施，並且提供為非華語兒童家長而設嘅查詢電話號碼同埋電郵地址。見非華語兒童嘅時候，學校應該按需要為申請人安排傳譯及或翻譯嘅服務，或者接納家長同兒童由識中文嘅親友陪同會面，協助溝通。幼稚園應該喺學校嘅網頁列明上述面見嘅安排，令到非華語兒童嘅家長知悉學校可以提供相關嘅協助。就住有關翻譯嘅服務，民政事務總署資助營辦嘅融會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 Chia Centre 會免費提供嘅少數族裔語言電話傳譯服務。大家可以留意畫面上顯示嘅8種語言電話傳譯服務。就住其他傳譯同埋翻譯服務，有需要嘅學校可以直接聯絡中心去了解相關嘅服務。幼稚園應該喺學校網頁提供以下中英文版嘅資料，包括學校簡介、幼稚園幼兒班 K1 收生安排、學校對非華語兒童嘅支援措施、學費嘅資料、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概覽，提供網頁連結顯示學校嘅資料嘅版面，提供網頁連結去到教育局幼稚園幼兒 K1 收生安排，以及為非華語兒童家長而設嘅查詢電話號碼同埋電郵地址。最後就係學校嘅網頁需要有關入學嘅資料，英文版嘅內容都應該同中文版係相同嘅。喺2019至20學年起，我哋優化咗為支援非華語學童提供嘅額外資助，按參加計劃嘅幼稚園所取錄嘅非華語學童數目，提供分為5個層階嘅資助，以加強對非華語兒童嘅支援。即係取錄1名非華語學童嘅幼稚園，亦可以獲得資助。教育局鼓勵非華語兒童嘅家長盡早安排子女入讀提供沉浸中文語言環境嘅幼稚園，促進中文嘅學習。政府已經推出一系列支援幼稚園非華語兒童嘅措施，亦都印製咗為非華語兒童提供嘅支援單張，去介紹返相關嘅措施。有關單張已經上載去教育局嘅網頁，並且提供不同種族語言嘅版本。幼稚園可以自行列印同埋派發予非華語兒童嘅家長。呢個就係為非華語兒童提供嘅支援單張，大家有興趣可以喺教育局嘅網頁下載。大家如果有任何嘅查詢，歡迎聯絡學校發展主任或者服務主任，亦都可以瀏覽返教育局嘅網頁或者致電查詢35406808。或者35406811。另外，亦都設有非華語兒童家長嘅查詢熱線28926676。